制造秀林虾3、2、1。我非常有自信，我们的农产物绝对是友善的耕作，不打农药。他们所种植出来的东西虽然不是非常的漂亮，但是一定是非常的健康。真的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贵宾能够参与今天的活动，也祝福所有的贵宾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。未来在农产品的推动之下，只要是对我们农民好的，我们秀林乡代表会全力支持。我们献上我们的祝福，我们一起微笑的往前行。我们已经从地震当中已经重新站起来了，让我们部落能够更加往上。谢谢。来，各位调皮耶！